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啊，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Adelaide 阿德萊德呢一座南澳洲嘅城市，唔係好熱鬧，亦都唔係好繁榮，但係悄悄咁被選為澳洲最幸福嘅城市。呢度嘅街道安靜，但係唔冷清。咖啡廳總有人閱讀，仲有傾偈。日子就好似午後嘅陽光，緩慢而明亮。幸福喺呢度唔係一場追逐，而係一種自然嘅存在。住喺呢度嘅人學會放慢腳步，將日子過得啱啱好，唔急住向前，亦都唔需要回頭。阿德萊德係一座可以令到人靜落嚟嘅，亦都可以將生活過成自己鍾意模樣嘅城市。唔係匆匆停留，而係一種值得細細過活嘅日常。喺呢度，幸福唔係去尋找嘅東西，而係生活本身慢慢盛開嘅模樣。就喺呢一座城市入邊，有一位嚟自香港嘅媽媽，靜靜地打開咗佢人生嘅新一頁。相信大家都有留意我呢一集阿德萊德美食分享第6回當中，喺入邊係分享過有一個香港媽媽喺市中心商場入邊寄賣日式紅豆餅，又叫做大判燒。如果仲未睇嘅話，記得睇返啊！呢一集反應好好，有好多朋友都問我，究竟喺邊度可以訂購到呢一款嘅日式紅豆餅？各位朋友，我並唔係喺呢度幫呢位香港媽媽賣廣告，我只係想分享一個關於一個香港媽媽喺呢一座城市編織創業夢嘅一個故事。希望你鍾意聽我呢一個故事。嚟到阿德萊德3年，呢一位香港媽媽逐漸學會放慢腳步，重新同生活對話。以前喺香港，總係覺得時間係唔夠用，生活就好似一場追逐。而而家佢開始享受做一件小事，慢慢做好嘅節奏。香港媽媽喺呢度創業嘅第一款製成品係日式紅豆餅。點解要選擇紅豆餅呢？原來紅豆餅對佢而言唔單止係食物，更加係一種情感嘅延續。紅豆象徵思念，或者係對家鄉、對某段時光，又或者對某位曾經並肩同行嘅人嘅牽掛。餅皮酥香，紅豆綿密，夾雜咗佢過去嘅回憶，亦都承載着呢一刻嘅踏實同埋喜悅。雖然佢嘅紅豆餅一啲都唔花俏，但係處處流露住用心，絕對係心機之作。無論係傳統嘅紅豆餡，或者迎合本地口味嘅 custard、朱古力、棉花糖，佢每一個配方都係反覆試驗過百次嘅成果。佢不斷觀察食客嘅反應，去用心咁樣調整甜度同埋餅皮嘅厚薄，為嘅只係令到第一次食到紅豆餅嘅客人感覺到佢嘅用心同埋溫暖。香港媽媽嘅紅豆餅除咗喺網上訂購之外，佢亦都試過去市集租攤位擺檔。佢嘅店名叫做 Kiku。 點解叫做 Kiku 呢？ Kiku 係嚟自一個日本名字，佢嘅意思解作小菊，就好似嗰啲堅強但係唔張揚嘅小花，就算生長喺一啲唔起眼嘅角落，依然靜靜地綻放自己嘅色彩。唔係為咗遠大嘅藍圖，亦都唔係為咗聲勢浩大嘅起點。香港媽媽只係想將一件小事做好做夠，做到心裏踏實。呢一晚，香港媽媽又嚟到市集預備開檔，佢搭起咗屬於自己嘅小小攤位，佢選擇喺從最熟悉嘅味道開始。自從佢開始經營市集攤位，佢學會咗更用心力同時間慢慢經營同呢一片土地嘅關係。除咗售賣紅豆餅之外，佢亦都計劃結合紅豆餅同飲品嘅季節套餐，或者推出節日限定口味，令到紅豆餅唔單止係食物，更加成為一份在地嘅文化連結。香港媽媽唔單止係以創業為目標，仲會以生活作為起點。呢一份溫柔嘅堅持同埋節奏，反而令到佢嘅紅豆餅喺呢個城市悄悄打開咗知名度。外酥內綿嘅香氣，承載着童年嘅記憶，家嘅味道，亦都喺異鄉慢慢烘焙出一份屬於自己嘅歸屬感。喺呢一個被譽為澳洲最幸福嘅城市嘅阿德萊德，呢位香港媽媽正在用一個小小嘅紅豆餅去編織屬於一個佢自己嘅夢。呢個係一個關於城市、
同人之間嘅故事，亦都係關於選擇與堅持嘅日常篇章。幸福或者就係咁樣，你唔係去追，而係遇見。你並唔係特登去揾，而係慢慢咁發現自己原來早已經喺最好嘅地方，開始咗最好嘅日子。今日呢套片去到呢度，如果你鍾意呢一套片或者呢一類人物拍攝風格，希望你俾個 like 我作為鼓勵。如果你仲未訂閱我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個小叮當，咁當我有新影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喇。咁就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同埋 IG。我哋下套片再見，拜拜。